37岁住台南市安南区的郭姓，4月初到老爸希有那斗3天，结果意外肚水，留下太太甲3名细汉查某囝。老爸一想到得个目眶红，面对家家庭重大变故，遇到郭信良、议员王金德、李宗成以及安南区长等人，拢亲自到场关心，地政加收5万块慰问金。属于孤囝那不幸呢，死亡留下3个子女，包括7岁、5岁、2岁。那积极联络呢，除了台南市议会来加以慰问以外，积极联络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做适当的处置。那希望帮这户人家呢渡过难关，也发挥呢台南市议会、台南市政府共同关怀弱势的一种精神，希望社会大众呢能够相互扶持，抛砖引玉。大家共同为这个社会来打拼，希望疫情呢早日来远离。小局表示，类似这款重大变故，市府除了有紧急生活补助，嘛得为特殊境遇家庭的资源，互因渡过难关。那针对类似的个案，其实如果家里面有发生一些紧急生活变故，那其实都可以到申请所谓的特进。家庭生活补助的这一块，那我们会提供一些紧急生活补助以及小孩子的生活费的部分来做一些协助。那另外，如果家中有就学的小孩，那我们也会找一些民间资源或者是公部门的一些紧急托育的生活补助费，也是来协助支应这一个小孩子就学的这一块了哈。议会透过慰问，嘛呼吁各界伸出援手，互相扶持。台南新闻，阮自何强芳采访报道。